名优秀的电影解说博主。接下来，我将用2年半的时间为大家讲解2000部以女性复仇为主题的电影。而今天这部韩国电影《姐姐》将作为我的开山之作。오장석 씨 계신가요? 누구요? 오장석. 오장석이라. 내가 오장석이다. 本期主人公朴仁爱是一个武力值爆表的女人。曾经有个韩国议员企图玷污她的妹妹，结果被她当场刺瞎了眼睛。不过她也因此入狱3年，而今天恰好是她刑满释放的日子。重新踏入社会，她变得沉稳了许多。看着周围陌生又熟悉的环境，她脑子里想的只有一件事：今后一定要和妹妹过上安稳平凡的生活。可是谁又能想到，这样一个小小心愿，仅仅隔了1夜，便将她们姐妹俩打入深渊。在入睡前，妹妹有些心事重重，难以启齿地祈求她明天不想去上学。朴仁爱只当是妹妹调皮想要偷懒，所以没有仔细思考，便当场反驳。 아빠 돌아가시기 전에 얘기했던 거 기억나 안 나? 可是到了第2天，本该放学的妹妹迟迟不见回家。她打妹妹手机，可听筒里一直重复提示无法接通，这让她有些担忧，但也遏制住了去学校找妹妹的冲动，认为妹妹只是贪玩，一时忘记了回家。可直到第2天天亮，还是不见妹妹的踪迹。她再次拨打手机，结果依旧处于失联状态。这一刻，她不再坐以待毙，换了一身衣服，火急火燎地赶往学校。 看着座无虚席的教室，唯独妹妹的座位是空着的，朴仁爱心里咯噔一下，她连忙向班主任寻求帮助。结果在对方眼里，学生失踪就如同家常便饭一般。 조만간 아무 일 없다는 듯 금방 돌아올 겁니다. 그러니까 너무 신경 쓰지 마세요. 仁爱心里知道，妹妹不会无缘无故失踪，肯定遇到了麻烦。老师指望不上，只能依靠她自己寻找妹妹。不过，就在她准备离开时，妹妹的同学拦住了她，给她看了一段怒火中烧的视频。视频中，妹妹被人扒光衣服，有2个女生摁住她的身体，阻止她反抗。 另外一个则拿起手机录像，得知妹妹的遭遇，仁爱又痛心又气愤。他向同学打探这3人的身份，并在放学之后跟踪他们。 은혜 어딨어? 아, 깜빵 갔다 온 은혜 언니? 우린 아무것도 모르니까 그냥 가세요. 3人干了坏事毫不心虚，甚至还有些理直气壮。仁爱只能教他们一些拳脚，被打怕了才将他带到一个男人的住处。 原来他们3人不仅霸凌自己的妹妹，还把她当作诈骗的工具人。